繼續來關心，今仔日早起10點外的時陣，台中北屯有一個10歲的囡仔，那像是要關窗仔門，煞是為4樓磚摔落2樓的防護網。加在分數是脆傷爾，目前是已經送病院，嘛派社工去了解情形。消防車甲救護車趕緊趕到台中北屯區這個社區，因為一個10歲查某囡仔徛佇2層樓高的防護網頂面。消防隊員先用救護推直接爬上防護網，然後一邊對大樓窗仔門刷甲囡仔抱落去。先架衛生梯，先把他安撫情緒，後續我們再請我們救助人那個使用繩索，觀察從那個窗戶樓梯的窗戶進入，跟他確保施救出來。有囡仔摔落來，警方也趕到現場來了解狀況。根據了解，意外發生的時陣，這個查某囡仔爸爸媽媽甲弟弟規家人攏佇厝內底。根據大樓管理員聽這個囡仔老爸所講的，當時囡仔敢若要關窗仔門，結果徛無在，才對4樓的窗仔落來。加在大樓因為有風太路落來，講到人已經佇外表2樓的管道有裝這個防護網，拄好甲囡仔接掉咧。我聽到砰一聲，就是好像鐵架丟下來的聲音。後來就救護車來了。都落雨啦，伊可能要甲伊門窗仔門關起來吼。外口做一個紗窗嘛，這關的時陣，可能紗窗去脫軌，你知道？伊可能貪錢要甲用好。台中市教育中心也派社工去了解，當時確認厝內底其他的囡仔互照顧情形甲安全的計劃。消防局提醒講，民眾愛注意徛家環境安全，注意落地門窗仔，防止去弄開。窗仔門應該設防止落落去這安全裝置，避免囡仔無細膩落落去，有防意外發生。記者綜合報道。